来继续来看这个晶片大厂辉达最近的表现真出色，股票是一路大起，敢若是今年的起伏都已经来到166.5%。昨这个30号，美国股市来开盘，相关的股价票，这个股票价是来到419.5美金，将做第一间进入去周挑俱乐部的晶片制造商。 不管行到大，拢是焦点。辉达创办人吴林芬伫咧台湾是请个抓袂牢，辉达股价嘛对咧一直起，敢若今年就大起166.5%。昨日知影美国早盘起4.2%，美国401.16块美金，市值超过1兆美金。 AI 伫咧倒推上，互辉达的股价大起。来看其他条关俱乐部成员，分别是苹果市价2.79兆美金，微软2.463兆美金，谷歌母公司1.577兆，亚马逊是1.248兆。也就是讲，辉达是头一间达到条关目标的晶片制造商。像是 NVIDIA 的它的这个供应链来讲的话呢，其实呢，在上个礼拜，他们大多数都涨了一波啊。那在过去这2-3天呢，那反而就呈现了一个比较震荡整理的走势。在之前的这一波飙涨的走势，最主要就是题材性的以及法人的追价的结果。刚刚4个月得当唱一首歌，就是因为 ChatGPT 挺红，生成式 AI 正做市场的焦点。想要生成 AI， 要有 AI 功能的伺服器，所以吴林芬领军29号伫咧电脑博览会顶点名合作的台湾厂商，这几天股价嘛对咧起价。 比方今日早盘来到21.75，期价188块，微创嘛来到67块9。不过股价差较真热，耍电动的人却受无同款的心情。 AI 伺服器呢，它是一个专业的伺服器，它并不是像是手机一样啊，给每个人都可以拥有。本来就是呢，是提供给一些企业来用的，它并不是要这个讨好。 整个的这种一般的散户的市场，显示开介绍是贵33，辉达老顾客耍电动的人是冷淡看待，悲观预测未来显示开介绍可能会更加贵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